嗨，大家好，我是坦平叔。今天是2025年2月23号，这一期咱们继续聊一聊恒大清盘，聊聊中国的房地产。这个周末关于楼市的消息不多。凤凰网财经报道说，经济学家马光远说，中国房地产市场风险已经完全释放。凤凰网财经长白山论坛于2月22日在吉林白山隆重举行。那个白山市在东北全面振兴与冰雪经济新空间主旨演讲环节，经济学家马光远表示，2025年全球要应对两件事，第一是如何推动人工智能在产业领域落地，二是如何应对特朗普的挑战。这两件事都非常大，少犯错可能是最佳的一个策略。谈到中国经济如何破局时，马光远认为三件事很关键：一是提振消费，而且应该将提振消费上升为战略性举措，并且作为长期战略，而不是临时措施；二是稳住房地产。他说，当前中国房地产市场风险已经完全释放，经济也已经完成去房地产化。三是创新，发展 AI， 发展新质生产力的抓手就在 AI， 而且中国在这方面有优势。这个优势不仅仅是 DeepSeek 的突破，我们在产业应用方面也有完全的优势。马光远说目前仍然是中国创新最好的时间窗口，在人工智能领域，中美两国之间呈竞争态势。中国在 AI 产业应用方面优势非常明显，所有产业都应该拥抱人工智能，研究人工智能落地，把我们的应用优势发挥到极致。但是我们在基础设施、大模型的应用、硬件等层面跟美国还有差距，但差距并没有那么大，有突破的机会。马光远继续说道，这个经济学家马光远说，少犯错可能是个最佳的策略。这个我认可。你也别指望着你多厉害，你只要在前进的过程中，你不要走弯路，你不要犯错误，走得慢都不要紧。至于说到房地产，马光远说，中国房地产市场的风险已经完全释放，经济也已经完成去房地产化。我觉得这个不知道从何谈起。当前中国房地产市场风险已经完全释放，是不是理解成房价没有下跌空间？如果说房价已经没有下跌空间了，那反过来说，是不是就风险就释放完了？那么多房地产的库存谁来消化？那是不是风险？那么多房企的烂账谁来消化？那个是不是风险？多少万亿的烂账消化完了吗？所以马光远说，中国房地产市场风险已经完全释放。我不知道他从哪个角度，是哪个维度说这个事情如果他说的是这个国民经济 GDP 的占比，房地产已经到了最低了，不可能再低了。从这个角度说，或许有一定的道理。但是作为韭菜作为996，作为牛马，谁会关心说房地产占 GDP 的比重呢？咱们只关心我能不能买得起房，我买的这房子会不会跌价，我买了这房子之后我能不能还得起按揭贷款，我会不会失业。对韭菜来说，中国房地产市场的风险远远没有释放完。谁敢打包票说房价不跌了？有很多地方的房价还有腰斩的可能。如果韭菜跑到这地方买房，能说风险已经释放完了吗？再说了即便从宏观经济来说，你能说中国房地产已经止跌回稳了吗？如果已经止跌回稳，那是不是意味着后面就不再出政策了，不再救市？那后面天天喊着一线城市什么要解除限购，喊着要国家要收储，地方政府拿这个专项债去收储干什么？是准备炒房是吗？我记得去年马光远老师就说了，房价已经见底了。我想这个用不了多长时间，有个3个月1个季度，答案就会见分晓。因为现在媒体都在渲染小阳春是存在的，小阳春实际上就是学区房的一个折射，是一个尾声。就是虽然说大家觉得学区房好像越来越淡，但是毕竟还是很多人在意这个学区。而这个学区它一般的要求在5月份之前你就得过户，就得房本要拿到手，到6月份小孩就要到学校去报资料，你有没有这个资格在这学校上学，它是根据这个时间节点倒推。所以5月份一般的你的交易完成，而且这个产权登记就得变更，那你交易恐怕就得4月份。所以说3、4月份会出现一个小阳春，这个确实存在，这会对楼市出现一定的扰动，交易量也可能会上升。但是等过了5月份，马上就会露出原形。所以我说再过1个季度你就知道这个楼市稳没稳住。如果不出任何政策，到5月份、6月份楼市还跟现在一样，那你可以说楼市止跌回稳了，暂时确实稳住了。所以我认为到5、6月份再看，从当前的这个经济形势看，你要说稳为时尚早。无论是消费还是就业改观了吗？除了媒体渲染那些数字，对吧？除了最近什么 AI、DeepSeek、人工智能、杭州六小龙、哪吒2
给人感觉是一种这种不知道哪儿突然冒出来一种繁荣，让这个春天初春显得有那么一股暖意。但是我更担心它是一种错觉。你看这个杭州现在在大力宣传这个6小龙，不难看出杭州加快了卖地的步伐。杭州第4批地还在卖，第5批地土拍已经挂牌了，而且还拍出了一个地王，让人感觉这杭州的地根本就卖不完，一批接一批的往出卖，缺钱。前2天咱们说了，杭州宣传经过85轮竞价，杭州滨江地产溢价43%拍下一个住宅用地，然后专门宣传该地块距宇树科技仅500米。你看看炒杭州6小龙就是为了炒地皮。我房地产报也报道，瞬间爆火的6小龙引发一波杭州楼市热度，杭州6小龙名声鹊起，将杭州这座城市推向新的关注度。瞬间爆火的6小龙也引发了一波杭州的楼市热度。统计显示，2025年春节后，杭州新房市场找房热度相比1月份上涨65%，二手房市场找房热度上升66%，租赁市场找房热度上涨132%。除了找房迎来热度外，开年以来，杭州土地市场和1、2手房地产也迎来了开门红。所以要宣传6小龙，要拼出6小龙出来。这还没完，又有人鼓吹杭州有望成为东方硅谷。我记得在前几天节目里面我已经说了，把杭州打造成硅谷，这果然就有专家开始鼓吹了。阿布力中国企业家论坛第25届年会于2025年2月21日至23日召开。会议期间，新浪财经独家对话李斯品类创新战略咨询全球 CEO 中国区主席张云，我这名头还不小。他在解读杭州6小龙现象时，强调了制度创新的乘数效应。长三角的竞争力在于构建支持不干预的生态，政府向园丁培育土壤，而非指挥树木生长方向。他认为，杭州若能持续优化人才引进、知识产权保护等系统化机制，有望成为东方硅谷。关键是平衡有为政府与有效市场，既提供阳光雨露，也允许野草自由生长。你看看这个杭州叫过气网红城市，现在居然又变成当红炸子鸡了，就因为有所谓的杭州6小龙这么鼓吹。如果真的是发展这种叫支持不干预的生态，政府培育土壤而非指挥树木生长方向，如果真的是这样，那倒是叫万幸。就怕又是为了炒地皮，这炒房的人已经兴奋起来了，开始忽悠更多的码农去接盘，对吧？这一下本来这些炒房的人已经套在山顶，变成山顶资本，这回接盘的来了，大家使劲忽悠杭州6小龙，对吧？什么东方硅谷，那你还担心这房价不涨吗？都成硅谷了，你还担心人家接不起盘吗？现在8万一平米，怕什么呢？以后16万，要不了几年你现在卖10万一平米的，以后20万。现在杭州3万一平米的，要不了2年就6万一平米。接盘的人有的是，因为这是东方硅谷，全国的码农都对这个杭州是趋之若鹜，没毛病吧？那还不来一套？那有人就说了，我们码农35岁就没工作了。这码农脑袋都干秃了，也只能干到35岁。今天上海晚上流传一个上海叫同济环保咨询有限公司致全体员工告知函，说尊敬的全体员工，我们怀着沉重的心情向您告知，因公司经营严重困难，资金链断裂，本月已无力继续支付员工工资及社保等费用，现将相关情况及后续安排说明如下。说截至2025年2月17日，公司现金流已无法覆盖员工工资、社会保险费、日常运营以及债务偿付需求。截至目前，公司账户可用资金不足20万元，暂时无法按时支付2025年1月工资及社保费用。这叫同济环保咨询公司，也就是要建议员工离职，反正公司没钱了，自谋出路吧，自求多福。不要说普通的这个职工996牛马，就连这个大佬王石似乎也是不容易啊。网上有网友说70岁的王石确实是个谜，越来越让人看不明白。你要说王石没钱吧，他之前每一年光退休金就1074万，这个万科是公开的，王石自己也承认。你说他有钱吧，他现在一点没闲着，说凌晨搬砖带娃打工，他给那个什么汽车新能源汽车代言，到处做广告。说早晨5点王石就拿着电脑包小跑着赶电梯现身深圳科技园，我感觉比我还卷呢。早上5点就起床了，说西装领口
还别着女儿幼儿园姓名帖。3岁女儿托班费，也就是他幼儿园的费用，也从每月8万降到了2万，这2万也不便宜。保姆车也换成了普通的 MPV。万科现在停了他的退休金，每年1074万。你看这个收入没了，他的商业演讲费用也缩水了90%。对，随着时代的变迁，现在请他去演讲，以前是讲一次50万，现在讲一次大概就5万、3万。以前的企业都愿意高价请他去当企业顾问，现在需要竞争上岗。说有网友透露，那都是王石的朋友圈里面的人说，王石每天微信步数是1.8万步，去拜访各大新兴创业孵化器。这个我知道1.8万步，因为去年夏天我每天都走1个小时，大概1万步是6公里。我觉得我这1万步跟王石的1万步应该差不多，就步幅。他每天至少走10公里。1.8万步，这什么概念？一个70岁的老人每天走路要10公里，早上5点起床，为了生活啊！你说牛马多难，对吧？何况牛马。那作为杭州，对吧？要立志成为东方硅谷，那就大量的码农到杭州。你到了杭州，你要买房，要么就租房。连王石这样的人都要被生活所迫。那你说码农35岁就要下岗，找不到工作怎么办？恰巧你又在杭州买了房，怎么办？不要紧，有的是办法。这一点人家早就替你想到了，不要杞人忧天。能解决。这个钱江晚报报道叫码农辞职乘网约车当王，3年赚70万；程序员辞职乘网约车当王，3年赚近70万，今年将赚到100万。从程序员转型到网约车司机，我觉得这个转型挺成功的。主人公张希说道，曾经的张希是一名北漂，从事程序员工作10年，为了家庭，他选择了回到老家浙江。当他再想回到老本行时，却是处处碰壁。在他太太的建议和鼓励下，他开始了网约车司机生涯。记住了，他失业可不是在浙江失业的，是北漂，在北京失的业。你可别赖浙江，也别赖杭州，就不代表码农在杭州就会失业，他是在北京失的业，然后回到了浙江，找到了第二春。说辞职换工作失业，努力跑车，在一次次起落中，他用自己的算法学会与生活妥协抗争。如今的张希是很多司机同行口中的单王，跑得勤能吃苦。张希说自己3年赚了近70万。2025年，张希将成为100万司机，赚到从程序员改行网约车司机的首个100万。说近日，好新闻记者走进张希，与他一起吃饭。抢单送接送机，在这个过程中，我们看到他的故事不只是跑车，更在不断出发抵达中，展现一个个平凡的人通过炙热而努力的生活，温暖城市的昼与夜。大家看视频。做程序员的话就比较的社恐，因为北漂时间久了以后，我会想到，那我就肯定要选择回来，毕竟家庭才是最重要的嘛。当我在人才市场四处分配找不到合适的岗位的时候，我太太建议过我去当一名网约车司机。在车内呢，就是我的工作；走出这台车呢，就是我的生活。钱塘公路与蜀埠路交叉口出发，放手驾。这个2点接站结束以后到早上送机，中间还有4个小时，还不错，还能睡4个小时，还不错，还不错，这几个小时没问题的。王者我认为是 King， 从我拿到奖牌的那一刻起，我觉得我2024年的付出是值得的。谢谢你。好的，我们是左边吗？对。女士您好，手机尾号2828。哎，对，28。我从一个码农摇身一变成一个的哥。我当时想一做，其实我真的做的。甚至一说话都会感觉都心里都泡的很那个，以至于让自己说话都说不连贯。在我太太的这个鼓舞之下呢，然后我才怀着忐忑的心
去开始了我的这个网约车生涯。到了机场专线之后呢，我就发现你有的时候你需要张开嘴去讲话去聊天。门口等我一下啊，不用过斑马线，就在里边就好。好的好的。从跟乘客能聊天聊上3、4个小时，我才发现，哎，我这个社恐好像被治愈了。然后那个时候我就想，哦，这个职业我可以做的。这个转型我觉得挺成功的。干这行的话会辛苦一点，有的时候黑天当白天过，白天当黑天过，做什么行业都辛苦。东宁路617号2楼出发，到手价54。平时没有订单的时候，调整自己的状態，讓自己精神一點，聽聽比較動感的音樂。望見了友誼，達到理想不太易，只是有信心鬥志向。當了機場專車的司機以後，我才會覺得，我認為它是我的事業，不是我的工作。比在程序員的時候要輕鬆一些。這個我已經用了3年了。好，車上了。有些車子沒有離開機場，因為他們可能這一天都沒有接到訂單，所以他們想就在這邊休息，然後第二天再接早上的，看能不能接到。所以每天還是要有一個計劃。我對現在的狀態比較滿意，既來之則安之。現在我就會更多的想到，就是說我這個月我到底能跑多少，我能不能超過上個月。我已經到了需要多為家人考慮，多為未來的生活考慮的年紀了。別人想休息的時候，我不想休息。做3年的機場專線，我現在已經賺了將近70元。沒有，有的時候忙起來的話，這是最快的辦法了。填飽肚子，休息好，然後去完成訂單。想爸爸了嗎？想了沒有？什麼回來？爸爸，你什麼時候回來？爸爸過2天不忙的時候回去，好不好？啊，忙完就回來。我其實平時很少回家，每當我回家，然後孩子會圍過來，爸爸爸爸爸爸。我每當聽到他們這樣喊我的時候，我心裡再多的苦，再多的累，都是值得的，都是值得的。在離別的時候，他們也會說，爸爸再抱抱，再抱抱。哭了。我主要是在外面這樣子接單，然後他在家裡照顧孩子，我們兩個相互支持，相互理解。飛機起降，這樣子會感覺到有的人來，有的人去，那麼生活也就像這樣子。這份工作讓我的生活更加精彩。我的理想呢，多賺點錢。等孩子大了呢，給他們每人準備一套房。我還有個小心願，就是能帶着我太太一起看周杰倫的演唱會。這個心願不太好實現，因為周杰倫的票實在太難搶了。这怎么让我想起了这个上海不有一个美团外卖3年是100万吧，后来他躺到医院去了。不知道这个网约车司机这3年70万，3年赚70万，2025年赚100万，就是2025年要赚30万，这样加到一起是100万。
这个数字也是挺好的，也就是你在杭州要买房，一年30万按揭贷款肯定能还得起。你要买个10万一平的房子，你一个月收入1年收入30万，这能还按揭贷款，所以你买不要怕。我怎么感觉这个杭州是在跟我抢业务呢？我是3年前建议码农把杭州的房子卖掉，你回郑州开网约车，快活似神仙，好吗？你看看这杭州就开始卷起来了。告诉你，在杭州开网约车或者在浙江开网约车，快活似神仙，一年赚30万吗？你说上哪儿说理去？就业市场一地鸡毛，我们的媒体还在恬不知耻的鼓吹当网约车司机也能翻身，把个例当作普遍现象。我不怀疑这个叫詹喜的人他真能赚30万，就像那个上海的美团外卖那个3年赚几十万，我不怀疑。但即便有，那都是特例，很有可能人家说的典型。是不是每一个网约车司机都能赚30万一年？网约车司机他的收入中位数是多少，对吧？用这种廉价的鸡汤麻痹失业人群，麻痹这些码农，这就是对社会责任的公然的亵渎，对吧？北漂程序员装网约车司机的故事啊，被包装的温馨励志，仿佛你只要开上滴滴就能治愈社会的恐惧，就能赚下人生第一桶金，顺便实现家庭梦想。可惜这种粉饰太平的叙述，却是社会解决无法就业问题一块新的遮羞布，对吧？用个体的假象掩盖系统性失真的真相，不仅虚伪，更是赤裸裸的社会毒药。这个北漂程序员下岗失业，转型网约车司机，听起来很美好，对吧？是他的主动选择，实际上被现实狠狠地抽了耳光。北漂多年找不到合适的岗位，只能灰溜溜地回到老家，靠老婆一句去开网约车吧勉强糊口。这谈不上是什么成功转型，反而是就业市场崩盘的活生生的证据。码农程序员作为高技术岗位，理应为这个杭州六小龙，对吧？或者相关的为这个东方硅谷添砖加瓦，它本该是知识经济的支柱，却连一个饭碗都没有，一个岗位都没有。本来是敲代码的手，无奈扶上了翻译盘。媒体把这种无奈选择美化为，对吧？主动选择美化为一种事业，某种程度上把那些码农的伤口上再一次撒盐了，然后再涂上一层廉价的这叫云南白药。3年赚70万，媒体没有去带他去查一查他的身体状况，他的脊柱是不是完好，肩周炎有没有，膀胱有没有憋大，肾有没有结石，能不能按时吃饭。听起来3年70万还是不错的，尤其对牛马对韭菜来说。实际上一个码农3年大概其也只能赚70万，就是普通的码农，你不能码农上来就是总监的，年薪100万的。码农一般的也2-3万，3-4万的就是资深码农。所以你看码农转网约车司机3年70万听起来风光，但是忽略了这3年机场专线高强度的运转和压榨，连回家陪孩子的时间都被挤得所剩无几，对吧？这种精彩，这种事业，恐怕也只有编故事的人呢，才能说昧着良心忽悠下去啊！宣传网约车司机麻痹失业的码农，这个恐怕不是解决问题的之道而是把问题反过来交给这些失业的人。你有选择开网约车很有前途，让他们自己去车轮下面找饭吃。以前敲代码是靠自己的双手创造明天，现在开网约车是双手再加上双脚，手脚并用，心智生产力我们这个社会提供不了像样的工作岗位，对吧？却越热衷于用灵活就业来搪塞。网约车司机不是什么新职业的风口，它本质上跟过去的这个骆驼祥子没有任何区别，无非披上了新时代的科技的外衣，有个平台，祥子到死都不知道问题出在哪儿。网约车实际上是无奈的选择，但是被包装成什么职业的风口，包装成一个很风光光鲜亮丽的这么一个行业，高薪高收入行业，它本来是产业空心化下的无奈产物。作为码农，作为曾经的小镇做题家，过5关斩6将，对吧？寒窗苦读20年，本应该有个体面的工作，而不是靠透支身体来换这个血汗钱，却偏偏把这个网约车当成救赎。按照网友的说法，这不过是给失业者画一张虚幻的大饼，骗他们咽下生活的苦水。所以媒体不要再鼓吹这些什么外卖骑手，这些网约车司机所谓的励志故事，不要再鼓吹什么985收垃圾年入50万，对吧？北大清华摆地摊月入8万，这是对社会底线无情的践踏。
说到房价，说到房地产，我们经常说的就是韭菜的收入不涨，房价怎么会涨？但韭菜都连工作都没有，只能去送外卖、开网约车，你就不要再画这种大饼。无论是送外卖还是网约车，都不是一个稳定的工作，对吧？它的收入曲线是往下走的，随着你的身体越来越差，随着你的年龄越来越大，你的身体是越来越差，身体越来越差，你的收入是越来越低，这是体力劳动者的这个特征，不是脑力劳动者的特征。所以说还是要稳住房地产，这个叫止跌回稳，还是想办法提高韭菜收入，提高韭菜收入，还是想办法多创造就业机会，多创造就业岗位，没有别的出路。不能宣传什么收垃圾，什么回去种地，什么摆地摊，什么送外卖、开网约车，年入几百万，这个廉价的心灵鸡汤不仅解决不了问题，反而会涉嫌侮辱这些失业的人。在现在这种收入情况下，房价再涨，谁去买，谁去接盘？现在还有人想着买了房子之后3年5年卖出去赚他一笔，实现财务自由，谁来替你买，谁替你接盘？当然了，现在炒房的人逻辑又变了，他的叙事方式变成了抗通胀。我买房子不是赚钱了，是抗通胀，因为国家一放水，我的钱就贬值了，我叫抗通胀，我要买房子。你仔细想一想，如果你是全款买房，你可以说你是抗通胀，你跑去高杠杆借钱买房，你说你抗通胀，你是抗雷。好，这期节目我们就聊到这里，感谢大家收看。如果喜欢我的节目，欢迎订阅转发，也可以在下方留言评论，谢谢大家。